各位观众朋友，搞早，欢迎收看一个吹集公司大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开始先来看，今日继续透寒流霜风，全台湾屏东偏乌掠外，再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面对苗栗公馆上界冻，敢若3°C，不过气温会渐渐回升。明仔拜一，阁有一阵强烈大陆冷气团到岛，有个拜23上界冻。另外，早暗7点35分，台湾东部发生规模5.7的地震，规台湾拢真摇一个，加在无地灾。拜六地区冰心，台湾东北部伫吹到暗7点35分发生5.7的地震，震央伫咧台湾东部海峡深度72公里，上大震度宜兰新德县4级，上北桃园、花莲、南投、台中、苗栗、彰化、嘉义县3级。好加在无传出灾情，受这边寒流的影响，吹在透早，全台湾就敢若一粒冷冻的寒珠。除了屏东偏乌以外，拢是感觉是顶好的气温特报，也就是容易有10度以下温度，有一寡所在可能会到6度以下。不过气象局讲，自今仔日0时开始，寒流会减弱，温度回升，但是好天气只敢若冻一天。伫10日又有新的冷气团会来。辐射冷却的效应的话，在周2的清晨还有周3的清晨，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再度出现6到9度左右的低温。这边寒流因为天气冷、水气饱，中部以北的悬山，包括桃园拉拉山、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有台中福寿山农场的鹿营区拢落雪，同时也有交通管制，真侪游客也是唔惊风寒要上山看雪。第一次看到正在下的雪。之前就是只有那种残雪。气象局讲，伫8月来的冷气团会一直到拜3是湿冷，虽然无这边的冷，不过要原来注意，温度要真正回升，就要等到拜3过了才有法度。专家讲，国后边的冷空气到17才会来，强度上悬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记者综合报道。上山看雪要注意，有民众带3岁半的囡仔人对花莲上合欢山，结果囡仔人刷高山径直头，救护车是赶去救援。这波寒流有影响，邦桥有国有在运动场的便所关死，彰化甲南投也拢有民众赶甲青公过往。警察车、救护车陆续到位，赶紧跟着担架床来到便所救人，因为团主人倒伫内底，已经无喘气甲心跳，警方也赶紧甲封锁线救起来，不要人入去。门甲拍门拢无人开啦，我举推去甲拍开，啊，就是已经过身去啊，安尼尔。工作人员讲，这姓李的流浪汉平常时困伫操场司令台，因为最近伫修理，加上天气寒落雨，走去便所困。找到早起，却是发现已经死伫邦桥第2运动场。另外，伫台中也传出一个4路的流浪汉死伫北屯的丰田公园内底。为了这个低温的这个清洗，所以说我们也结合了16家的合作旅馆，还有开放在万里区有一个街友外展的那个重建中心，有足够的床位数来够营运。新北市社会局除了提供食的物件，也佫有3块以外，伫外口流浪汉无需要另外付钱，就使住伫旅馆也是安置所。而台北市社会局初7到12是开设避寒所，予流浪汉来使用。而全台冷基机各地也传出民众雄雄死亡的案件，敢若是初到早起，彰化就增加3个人，南投2个人。根据统计，心血管疾病雄雄死亡到即阵已经有105件。另外，低温也互悬山落雪，真侪游客因此上山去看雪。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睇到厝内底人去合欢山赏雪，中途出现吐这无爽快症状。让情况不佳，我们才把他用那个救护车接送到山下，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警方讲，雪柜的困雾，一平到即阵，花莲管辖的合欢山区已经发生3件高山症救护困雾。登山专家也提醒，雪地零下气温，除了身体冷机机以外，严重可能会失温。看雪唔爱装备齐全，防寒冷的衫裤嘛是拢爱穿好条。记者综合报道。顶一阵的新年寒流，算顿家己当少上百蚵仔边了无550万，寒流霜风也系屏东冷雾直落谷。农业处表示，已经有退农渔民请天然灾害救助金，会阁继续关心。
饲蚵仔的人看到受到损害的蚵仔价上百万的损失，互因感觉心情真复杂。元旦期间的寒流，互嘉义沿海出现9级以上阵风，互嘉义东州的外线顶洲南边的铺轮移到50公尺，互蚵仔价徛伫铺轮顶面。农业署甲渔会接到通报，赶紧派人去勘查灾情。有顺掉啊！有150棚的牡蛎呀，它已经完全被沙洲来埋没损失。那另外也有220棚的科棚的设施啊，也有部分的损毁。那总损失金额啊，大概在550万左右。那县府这边呢，后续会依照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相关程序啊，将这灾情提报给中央。元旦开始，一波一波寒流也互嘉义的沙目鱼、乌龟鱼，甚至关价零大石斑，也有金目鲈这传说拢当死去的灾情。不过寒流的影响，毋那养殖渔业。屏东的南州、嘉东甲邦山的染雾，最近也传出落果的灾情，损失大约300多万。元旦那一波寒流一直延续下来哈，那有造成一些这个莲雾的一个裂果哈，还是掉果的情形。整个来说大概有55公顷左右，目前是有报灾害上来哈。那整个的损失金额大概在300多万。嘉义甲屏东农业处也提醒农渔民一定要加强防寒的做法，希望等天气状况较稳定，也继续关心是毋是有新的灾损，提供农渔民相关的协助，并且提报给中央。记者自鸿报道。去年年底禽流感开始在澳洲和亚洲传，日本、南韩拢验出过亚地边着种病。现时 H5N8 这款病毒也传去印度，台湾也对岛礁的排泄物发现病毒，提起饲过亚的农民着警戒。防疫人员穿着防护衫，沿着布花捡死亡的斑头雁、小水鸭顶岛礁啊，离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省，顶一天就发现大约1800只岛礁的死亡，怀疑是感染禽流感病毒。相隔2天，南部的克拉拉邦嘛出现饲鸭场大量死亡，确认感染 H5N8 病毒。अभी सबसे ज्यादा केरल के अंदर 25,000 बत्तख मरे हैं。短短几天，印度4邦发生疫情。虽然当局呼吁民众唔通惊吓，病毒袂轻传人，但家禽业依然受到冲击。消费者唔敢食鸡肉，需求量落3成。जब कहीं पे कोई भी मामला होता है तो दिक्कतें तो पैदा होती हैं, अब सेल ही भी डाउन हो जाती है, फार्मर इसमें चौपट हो जाता है बिल्कुल, जो उसके पास स्टॉक तैयार होता है उसका रेट इतना डाउन हो जाता है। H5N8 属于高病原病毒，早就对着岛礁啊传到欧亚的国家。去年底日韩爆发疫情，南韩更加扑杀家禽1490万只。台湾离去年12月30号先伫嘉义鳌骨湿地身上检出 H5 高病原的病毒，配合又搁确认高雄嘉定湿地今年第一届离岛礁的排泄物检出 H5N8，病毒株甲日本、澳洲相像的程度有99%。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病毒已经从候鸟的身上已经带到我们台湾、日本、韩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其实这个疫情是今年是蛮严重，在国内的养禽业者一定要很小心。防检局指出 ，H5N8 捌伫2015年伫鹅仔身上爆发感染，大量死亡。迄时阵市面上一度买袂到鹅仔肉，产业第一时间无法度恢复，所以面对着 H5N8 佮对着岛礁入侵台湾，防检局呼吁业者要提高警觉，做好防护、勤消毒。室外养殖场若无设好防鸟的网仔，会请地方政府来处罚。记者林丹昌为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苹果日报》。今日日台湾冷酸酸，最对头降到50度，统计有126人寒到生公死，尤其是3更半暝上解冻，爱特别关心老大人。花莲玉里的立山派出所有一位49岁的警察，昨下昼为了抓人遭八卦公尺，煞敢若伤寒无爽快，人煞倒落送医不治。继续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统计，去年有12万对新人结连理，比去年减少12000多对，创下10年来的新低。另外，离婚的有51000多对，其中同性婚姻离婚配偶拢比去年加2倍。
落尾来看中国时报，武汉肺炎拖甲全世界大大冲击经济，连累公共工程、真侪地方工程流标几若届，有算只好一直天拼发包。桃园美术馆流标3届，各家业者高正，有算天甲6亿才成功甲石头标出去。来关心疫情消息，昨昏国家3件境外病例，其中2个菲律宾移工到2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结束，才自费采检确诊。指挥中心表示，会阁加验血清抗体，确定这2人敢就是当初时入境就带病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国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案例827，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去年12月23来台湾入境了后，第4检疫，到即阵拢无症状。伫检疫期满了后，1月7日进行自费采检，伫1月7号确诊。另外2名菲律宾籍移工入境甲出关采检拢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期满了后，分别在今年1月7、7甲7、8来进行自费采检了后确诊。而这2个人依照规定采血清抗体检测来检查是不是属有早期的感染。我们每一个住到医院的确定病例做 PCR 采检跟验血清抗体，来确认他应该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感染。对着关市防疫旅馆陆续团自动订满，指挥中心赶紧搁再找到1500间的集中检疫所房间。伫7、8暗时开放登记，强调回国民众一定有房间通住。而对着有大商讲集中检疫所房间真简单，无好势，敢若像家乐。伊强调虽然毋是旅游的饭店等级，不过全台各地检疫所拢落实一人一间独立的疫间啊。是毋是最近气温下降较寒，也会使协助隔离者去住伫天气较好的南部的集中检疫所。我想我们的设备都 OK 的，基本生活所需都有，应该是没有所谓的说好像一房难求这样子。如果它真的很冷，我们就依这样的规格送它到比较南边一点，中部或南部。而最近传出讲，美国可能已经出现本土的美国变种的病毒，而且传染力悬出50%。曾理想强调，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已经出面否认，美国并无发现亲像英国变种的病毒，也是南非变种的病毒。这阵暂时只是一个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国官员甲台湾官员所有的交流制限。蓬佩奥发声明宣布，过去美国国务院发的台湾交流准则，对即阵开始，美国的行政部门机构会当甲看做无效。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甲世界非官方同伴维持关系，台湾也包含在内。美国、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双方关系无必要也不应该受官僚体制限制来束缚。美国拜登顺利选调总统，参众两院也拢对民主党的掌握是完全接近。民主党也准备弹劾 Trump 个人的名册 Twitter 也受认定煽动不当向永远停权。尽管有看到人翕到画面显示，美东时间1月7日迄天，民众在进入国会山庄管制区，敢若像有警卫主动放人入去，无专业是群众移走入去。有目击者指出，有真侪安提法也是 BLM 这团体成员，南伫川普的支持者内底制造警民的冲突，最终达到破坏艺术进行目的。不过，面册甲推特依然配合民主党电影的指责，认为是川普主动煽动支持者来制造衝突，所以講先決定永久禁止川普的河頭甲活動。就算這段川普安慰支持者按平安登去厝的影片，也遭到煽動的命運。I know how you feel, but go home and go home in peace. 由川普河頭祭拜遭到停權，為了維持甲支持者互動，川普轉移陣地到其他社群網站，親像號稱無做任何言論審查拍落，也吸引袂少支持者加入。不過，這是引起下載變大注意。谷歌馬上甲拍落應用程式退落，而蘋果也強調，若是拍落無愛得咧做言論的審查，會對 Apple Store 永遠來消失。另外，佩洛西連任眾議議長成功了後，首先通過2項重要提案，除了規定議員發言時唔准講到父母、子女、先生小姐，即有性別差異的名詞以外，另外一項議事規則的修正，就是在議案通過前的最後階段，議長會用直接附表決，互共和黨就算有48%的席次，也完全無到提案修正預算，也有法案的內容。記者綜合報道。印尼一台飛輪機昨對雅加達機場起飛，4分鐘後卻消息無看。今麥印尼政府證實，這台飛輪機已經失落。
Pada pukul 14.40, Jakarta Approach melihat Sriwijaya Air tidak ke arah 075 derajat, melainkan ke barat laut atau northwest. Oleh karenanya, ATC menanyakan untuk melaporkan arah pesawat. Tidak lama kemudian, dalam hitungan detik, pesawat hilang dari layar radar. 这台失事的飞行机昨下晡载50位乘客，12位机组员对雅加达飞去西加里曼丹省，无意外接飞4分钟随失联。印尼海巡也已经在海上找到失事的机片遗体。 镜头转来，咱国内这2日真理大学和真调证的校生，对面册亚公甲校内的台湾文学资料馆拍新锁时，遭动82岁的名誉馆长张良德进入，引起台湾文学界最侪学者的批评。 已经过身文学家张调正校生张延伟伫面册铺文第一句就直接写着“野蛮2字”，批评的是真理大学学校。去年底二度无预警将满头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换锁封馆后，当年伫台文馆内做研究，甲真理共同创立台文系参台文馆的张良德教授袂当入去，消息一出，也互作家甲教授为张良德抱不平。多人相信张老师，所以愿意把文物捐给他。你签校也可以啊，那你要清点，你应该要让张良德出来一起清点，不是吗？我觉得那他们讲的话，完全不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态度。张老师是我们的重要资产，然后张老师在这段时间，他对于台湾文学系的贡献非常的卓越，非常的大。像这些手稿，很多部分都是由他邀请这些相关人士过来的啦，才邀请有这些手稿的。 张良德教授拜六上班演讲，有记者伊亲自说明状况。学校采购下道先回应表示，皇冠是为要将部分台湾文学相关资料刷到淡水校区。张良德教授已经退休真侪年，无算学校职员，是体谅伊对研究甲传承台湾文学的热心甲拍拼，也互伊继续使用台文馆做学术研究。我们需要好好把这些珍贵的馆藏呢，能够做一些比较妥当的运用，会赶快找 张良德先生找钟兆正的儿子，甚至呢找当初成立的我们叶前校长来好好沟通。台文馆封馆事件引起真侪作家文人反弹，文化部也出面做公亲，呼吁双方会当秉持过往共同创立台文系甲台文馆的争议，和平妥善处理这件代志。文化部将继续关注，并且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台大学生会提案要求校方针对学生行倒路的事件规划学习调整制度，设学府专员协助有情绪障碍的学生。校长也表示，今年5月进前会完成学习有境甲辅导追踪系统。 为了了解学生情绪障碍带来什么款的学习困难，台大学生会进行调查，有2363人参与，发现大概57.1%的人毋讲出困境，当有情绪困扰，感觉爱去上课有困难，晚一半的比例。另外，老师的比例感觉伫课堂发言、甲即时问答也真困难。为此，学生会伫校部会议提案，希望学校会当设立院级的学府专员，推动学习调整制度。 包含他可能会改变报告的形式，比如说他可能由上台报告变成书面报告。有情绪困扰的同学，他没有办法应付原本的出缺席的要求，那他就会透过就是有这样的心理特教相关的专员去进行中间的面谈，然后也提供就是老师说就是怎么样的调整对于这个学生是合适的。 学生会建议，应该由学校甲学生代表共同研究学习调整制度办法，由学校编列一定的经费，支持各院设立专员的人事费用等等。对此，学校也表示肯定。这个提案中一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其实是想建立起一套有系统的制度，来协助校内可能有学习障碍或有其他问题的一些学生。 去年台大伫短短5天内，前后发生学生坠楼、甲反射宿舍内自杀等3件意外。学校成立应变小组，检讨辅导工作，办理超过20场辅导活动，佮推动院级学府专员等措施。校长关仲敏表示，台大学习有境甲辅导追踪系统将增加手动提报，甲其中有境有计5月前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兰苏东队传统食食以蚵仔甲番薯为主，兰苏中学餐饮科的学生前一阵办成果展，来看应用在地食材，做出什么款的手路菜。学生囡仔专注认真用心料理，今仔日的课是无国界料理，亲像番薯、蚵仔、腊肉，但是要用西方的煮食方式，将料理做出无同的变化。里面有洋葱末，然后蒜头末，然后里面会有虾子，还有我们兰屿的在地食材腊肉，还有香菜。你要放奶油，爆香所有材料，就是有咖喱，然后辣辣的，很开胃。学生为菜单设计开始，独立完成一出料理。学校一年一摆的成果展，今年特别安排高中部学生设计教学内容来教各中部学生。对国中生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相对他们可以有比较深度的去对于这个学习项目的了解。那对高中生来讲的话，他今天要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交给学弟妹，其实他们自己会紧张的。他们势必之前要确保他们自己这个项目是了解的，然后是要很懂，他才有办法再去交给学弟妹。锅贴有2种包法，一个是旁边不要粘，还有一个是全部粘起来，懂意思？我发觉我们的孩子哈，对课堂课，他静态课程哈，他们比较坐不住，但是动态实际上动手做的课程，他们会很热衷，啊，就是很多事情，这个代志我感觉是做中学。学生伫学校学功夫，嘛爱有所在发挥。这部分兰苏高中校长林文乾是真有信心。我的囡仔通常到了寒暑假，他们就回到各个民宿去做打工，那也会把咱伫学校所学的应用在民宿里面。就等于是一个职场了，然后所以我们在学用方面、学以致用方面，以参与学程这一块，我感觉是衔接得很好。透过职业探索，让高中生了解家己的兴趣，嘛透过实习的过程，让高中部学生体验产业的实际状况。校方表示，过去会认为留伫兰苏读册拢是成绩表现需要加强的囡仔，但是即阵已经无同路。这学生囡仔用学习态度加成果展现，证明家己的价值。记者杨淑成、曾培文台东报道。蔡乡亲最后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是6度到15度，中部地区是8度到18度。南部地区是10度到20度，东部地区是9度到18度，外岛地区是6度到15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